关于三潭印月的由来，是相传在宋朝时期，苏轼在杭州做官时，又一次大旱，土地都干裂了，他就发动老百姓把西湖挖深，让它储存更多的湖水来浇灌农田。湖里挖出的泥堆成一道长堤和一个小岛，为了便于观察水情，在湖水最深的地方立了3个石塔作为水深的记号。这道长堤也就是现在的苏堤，小岛和3个石塔的范围就是现在的三潭印月。钱塘县令杨万里取风泥作梗，在原3塔处围成一个放生池。3塔毁于明初，至万历年间，有名为聂新汤的钱塘县令在放生池外筑成外堤。天启年间，3座平行石塔也在池南重新建立起来了。这3塔基本呈等边三角形，间距62米，塔高2米，造型优美，塔身形状呈球形，塔腹中空，球面体上排列着5个等距离的圆洞。若在月明之夜，洞口糊上薄纸，塔中点燃灯光，洞形印入湖面，呈现许多月亮，真月和假月，其影确实难分，夜景十分迷人，有月光映潭，塔分为3的说法，故名三潭印月。给我看看。没有个桥，有曲桥。啊，走。走，它的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这个？啊，对呀。这就是九曲桥。啊，对对。哦，这是九跟班，我老板。是谁这么机智带了裙子呢？上墙一直往那走到那头。愁死我！就感觉，出了以后就记录了。啊，哎呀，哎，真挺漂亮。看你爸，给你爸写张单。你俩一起走。哎呀，这荷花哥们儿，把这荷花快找中的给我录一下，看看看没有？看这荷花片上面，看上去来了。啊，你给我近一点吧。好了，开上。一个人就不想走，2个人就逮不住。2个人在一块就逮不住。咱不从那走了。我不要掉你了。这样子的。他们人跑哪了？没洗澡。
你别弄它。没给你看。我得进去。那你爬过去了，那4块石头太不山没上桥。这个图片你看不到的呀。你看看，我在这等你不行了吗？对吧？那个是课。今天能最多2回。来，再给你不要做100回。这可以。我也是1000。不要做100回。我这拍。来，给你拍一个。喝不喝水呀？喝点水吧。没有水呀。没有水。你也跟我说。没尿没干。对。我知道上面应该啥意思，他应该是介绍。对呀。来，这样刚好这2人看。这塞包里。今天我觉得明天我去这个的时候需要头发的光影。明天我去4里，我要扎起来。不能那什么吧？不能。对呀。这些人咋走？他是不是回头人家是公家的没有商业的了？你咱先往那走吧，完事儿了吧？是不是啊？没。那上那个亭子再看看，再去返回来。你再说那些。有狮子，江南园林9头小狮子。是不是？上学全修书那边可以看吗？你看看，你再摆一下。累了，你累了？咋不累呢？好了吗？没了，我给你照一张。来，谁到晚霞，快过来，就到这儿照一张。我们今天是给蘑菇了。好看吗？不好看。